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杨祖和，欢迎收看3月7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政府积极招商协助企业排除投资的障碍，对去年底成立投资商务汇报到单，总共列管45个重大的投资案，总金额高达1109亿，其中佫以着产业园区开发案15件上界多。台北市长李梦燕6号主持市府投资汇报，积极列管推动每一个伫台南所设立的投资案，只要是超过2亿，就算重大投资。目前除了台积电有奈米厂甲3奈米厂兴建，就高达1条1000亿的投资金额，也佫有列管45个重大投资，总金额高达1109亿，其中以产业园区的开发投资上多。另外，对着民众所关心，位伫高铁特定区的大台南会电中心，到底目前进度如何？市长表示，会电中心将结合小巨蛋的功能，总经费22亿，一定伫去年发包，可望2档半左右得当完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投资汇报，能够让在台南各项重大的投资都能够顺利的推动。那目前我们从投资汇报里面所列管的案件除了台积电5奈米厂的新建还有3奈米厂的新建那这2个案子是投入1兆1000亿的这个经费那可以增加11000个就业机会。那另外我们还有列管45个案件45个重大的投资案件，那么总投资经费是1109亿。我们希望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重大汇报，能够让不只是台积电的这个投资，还有包括这45个案件的这个招商或者是投资都能够顺利进行，那可以创造更多的这个就业机会，让台南市民可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收入也能够更加提升。投资汇报当中，市长嘛依照每一个列管投资案的困难甲时程，要求相关机关主动关心协助，避免无必要的行政流程，以共创三赢局面。第一新闻顾文吉、郭博义采访报道。为期3天的国内旅游高峰论坛下午正式登场。该论坛就是希望会当结合政府的力量，共同来推广国内观光旅游产业，避免因为国外旅游市场愈来愈旺，来冲击到国内市场。带出国内各观光协会、各大饭店、旅馆业者、甲旅行工会等相关产业的代表，下晡组织做会伫台南，要共同对国内旅游产业的困境互相交流，提出因应对策。会中伫10个企业团进行的高声带动之下，同时邀请交通部观光局甲市长李梦燕等贵宾嘛来讲告，对为高峰论坛甲开序幕，嘛向前性提振产业士气。主办单位旅行业品保协会理事长表示，每一当台湾人前往国外旅游的人数逐当增加，去年统计已经高达1000多万人次，所以嘛希望这个论坛向政府建言，共同找到国内旅游的契机。每年我们交通观光局都有一个属于国内旅游或者境外旅游市场的一个主题。今年是海湾旅游年，明年是特色小镇旅游年。我觉得政府部门在推动一个主题的一个旅游的时候，希望能对于旅行社配合主题旅游的产品，给予适当的奖励或者是支持，让它在每一个新的年度都可以去发挥整个行业的影响力，让更多的游客去参与到相关的主题活动。去年该旅游高峰论坛第一档伫屏东举办以后，第二档就刷来台南，嘛是看准大台南合并以后，这7档外来观光饭店不断成长，大房人次增加80多万，
并不受到大陆客影响的环境，对此市长嘛认为是因祸得福。在旅游的品质，在用餐的环境的卫生，还有整个市容的改善，还有来到台南的交通的这个工具，我们六都唯一没有捷运的就是台南，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面对国内旅游或是国外的观光客，我们觉得还是有非常多要再去改进的，包括怎么样营造双语的环境，那么这些我想都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那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研讨会，透过今天的高峰论坛，那各位贵宾、各位先进，能够不只是探讨国内的全国性的问题，那也能够亲身的来台南体验，那么也给我们提出一些建议跟这个不同的这个角度的一个参考。开幕仪式过后，陆续将3天3场演讲加4项分组论坛，希望共同伫推广国内旅游的路上做伙拍拼。电新闻顾文吉、郭博义采访报道。3月8号是妇女节，伫咧市政会议过后，代理市长李梦燕也足甘心代表市府赠送着兰花礼盒仔慰劳女性的主管。伫咧这属于女性的日子，议长罗美惠下午也特别准备了桔梗花，要来送予议会女性同仁甲记者室的媒体朋友，提前来庆祝妇女节，嘛提醒大家毋通袂记哩这个重要的节日。议长罗美惠下晡带领着多位议会同仁到记者室，提前庆祝3月8号妇女节，佮特别精心准备巧克力甲桔梗花，来送予女性的媒体朋友甲议会同仁，祝福女性都会当甲花同款，保持美丽，散发魅力。明天就是一个38妇女节，那属于女性的日子，所以我祝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们。每天都要过得很快乐，尤其在明天这个属于自己的日子里边，更要把自己过得更快乐、更美好。祝福大家！我们特别准备了桔梗花，送给我们议会所有的女性的同仁，祝福她们像花一样的盛开美丽。伫台湾3月8号妇女节虽然无放假，但是伫世界真侪国家拢会举办活动来庆祝，也是为世界妇女争取权利、争取解放的重要节日。但新闻加上王子豪采访报道。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民调将要伫咧7号暗时来进行，参选人陈廷辉把握最后机会，由永康区的议员陈秋平陪同，以着车队扫街的方式。呼吁乡亲民调为伊支持，互伊会当顺利出线，代表民进党来参选后一届的台南市长。市长初选民调将伫咧7号暗时进行，参选人陈廷辉伫永康区的市议员陈秋平的陪同之下，骑上宣传车，伫永康市区内底进行扫街。对着暗时的电话民调，陈廷辉表示，希望乡亲会当将电话挂好，互正义青年的人会当代表民进党来参选台南市长。那我相信这一通电话绝对是一个支持正派、支持真正青年的一通电话，也是让台南选民有一个新的未来的一通电话。所以，我们真的要拜托所有的乡亲朋友，这一通电话真的非常关键，也决定我们台南的未来。所以我们真的不要浪费任何一通电话，一定要集中支持最正派、最青年，而且一路从基层最了解基层声音的陈廷飞。陈廷辉表示，暗时的民调将是关键，为了争取好成绩，顺利出线。连日以来，各区的议员以及里长干部等等，拢斗相共徛路口，就是希望伫最后关键的时刻，会当稳定民调成绩。在这个时候由邱平议员陪着我，然后他也已经好几天都帮我在路口，甚至很多的车队扫街。那新化是由我们的林志聪议员，然后在新营是由赖慧媛议员、赵坤元议员，然后在六甲、关田、麻豆是由我们的吴通龙议员，还有我们的陈秋红
参选人，然后在其他的地方陆续都有很多的议员一起站出来，然后东区是蔡旺全议员，北区是陈怡贞议员，那安南区呢是由我们很多我们的支持者、后援会里长，还有各区里长全员动起来。我相信这才是真正基层的力量，所以我们非常有信心，也拜托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一定不要忘了这一通电话。民进党台南市长电话民调就伫咧7号暗时进行，各组的参选人除了进行车队扫街、早期拜票之外，也透过电话语音，也是亲身敲电话拜托叮咛民调为伊支持，就是希望会当伫这次的初选当中会当胜出。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由客家委员会、台南市政府、甲民族事务委员会、甲本台合作推出的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这礼拜要来介绍到客家的民俗信仰文化。即马就带观众朋友做伙来了解，只有客家人会过的天穿日。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我是小琴。小邓老师，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播出后呢，收到好多观众朋友热烈的回响哦，真的非常感谢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托双子星有线电视台来制播客家文化节目。系啊，我哋要感谢台南市政府民俗事务委员会委托我哋来直播客家相关的客家文化，为我哋喺台南地区嘅朋友，甚至到全国嘅朋友嚟认识我哋客家文化，熟悉客家文化。今天的节目要和观众朋友们分享什么客家相关的文化呢？我哋介绍过客家嘅美食、客家日常生活嘅用语，也介绍过我哋客家传统歌谣、老山歌啦、手跳等等。我想今本日来介绍，只有客家人会过嘅节日田传日。田传日，只有客家人会过的节日，真的很特别。错，今本日我来介绍只有客家人才有过嘅节日田传日咯。田传日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有咯。秋腊3月20號啊，係客家人特有嘅節日，按到田傳日。客委會呢也天呢日為全國客家日。在呢台灣啊，田傳日係客家人特有嘅節日咯。相傳啊，係為咗感恩五王娘來連殺福田。嘅五王娘呢，佢係上古時代嘅五天，係伏羲氏嘅老妹。相傳啊，呢個水神、老呢個火神呢，為到愛爭天下，生來想達到天傳地道，呢傳嘅事啊，行義嘅意思就係破掉嘅意思。既然天傳鐵咧，地也流鐵咧。老百姓根本無法出來過日咧，嘅五王娘啊，佢就唔盼地看到百姓來受苦，佢就以家家來練514來補田。老百姓為到感恩五王娘嘅恩澤，就從當年嘅田傳日2日啦嘅早晨，2日嘅早晨咧，全部都唔是出門來做事哦，嘅家家戶戶啊，就喺老屋下度留存嘅田板，切到西方，冰落了個位屋度去建本建園，將冰落盤嘅地板度冰平來冰裝，掉到禾塘巷來拜祖祭拜，來天數補田，感謝五王娘嘅救命之恩。哇，聽起來好感人哦。係啊，從客家傳統社會地位就有流傳嘅諺語咁樣講。有做無做，了到田傳歌；有穿無穿，總愛了田傳。也係講有色無色，了到年出色；有做無做，總愛了到年二色。也係非常有環保嘅觀念嘅哦，因為啊，搶田出品，大地出天。天地萬物經歷到呢個太艱難以後呢，是要休養生息。所以從客家嘅傳統社會啊，從田傳日2日呢，所謂南北耕田，為托嘅腳頭一天通啊，
天又烂透了，使得大地又流水了。步这步，迄讲讲跟神仙啊，一来又老天当来动烂土，按样出磨菜，往样来补田，也就是爱帮你大地生活来跳一下去，帮大地来休息。客家人用甜板，也就是年糕来摆往样，来听书嘅补田嘅风俗，从古到今一直经流传的，也代表你客家人啊。本梦本嘅醇厚古风，这样听起来真的让我们非常敬佩客家人保留难得的传统。小邓老师，天穿日还有其他的活动吗？家下有讲到呢，客家人做天穿日冇做事，唔是上山做事，佢唔是落田耕种，佢做乜嘅呢？啲从乜嘅时间开始流传到呀下。至少有怕有60-70年安久哦。从新州做动当年呢，从那个天穿日2日啦，就会举办那个山歌歌唱比赛哟。故说啊，从那个做动天气啊，出动到个山歌歌王，2几年呢。头中没有天气，都会从天穿日2日上菜举办客家嘅歌唱比赛。哇，这么说起来，我们客家人真的是很乐天知命哦。讲定啦，人哋会好客之家，天时好嘢，根本日就讲到了咯。底下会拿你观众朋友讲，上来了哦，上来了。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今年是成大病院创医30周年，嘛是失智症中心成立7周年。在咧医方的支持之下，特别利用到门诊大楼2楼的空间，规划失智症的门诊专区。未来将会有专科甲团队提供诊疗服务，希望会当造福更多失智症的朋友。成大病院失智症中心伫2011年创立，除了首创失智照护咨询门诊，筹备组成台南失智研究联盟以外，佮承接卫生福利部台南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计划，并且伫最近佮利用门诊大楼2楼的空间，设置失智症门诊专区。未来每天将有神经甲精神专科医师提供失智症的诊疗服务。好，今天是我们成大医院失智症中心成立7周年，那么也非常高兴说我们开办了一个失智症门诊专区哈。除了一般的医师的诊疗区之外，我们另外2个诊间就是专门做神经心理学测验，就一般说的脑力测验哦。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连接社会资源，那么就是台南市失智症共照中心，那么里面有个管师会把家属。那么他们的需求，跟我们解除负荷的这个需求，那么跟我们既有的长照资源，这个共照资源里面，那么可以做很好的连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大家就不用跑来跑去，就在看完门诊的当下或者前后就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我们对这事情感到非常的高兴。
除了3楼原本就有的4D镜资讯照护门诊，现在再加上2楼的门诊专区，将提供脑部测验、卫教以及长照甲4D镜社会福利资源的资讯，希望将4D镜中心连接到长照资源，打造完整的服务，做好更加多4D镜朋友。但新闻加山王子豪采访报道。目前伫台南市爱滋病治疗指定机构有成大、基美、甲嘉南疗养院这3间病院，对着医疗临床需求有源是无够。为着要保障患者就医的权利，对今年开始，安南病院也加入了爱滋病治疗指定机构联名，提供着患者门诊甲住院的服务。为了保障艾滋病感染者就医权利，安南病院为1807年开始加入艾滋病治疗指定机构联名，成为成大、基美以及嘉南疗养院以外第4间病院，将会提供艾滋病患者门诊药物、住院治疗以及咨询的服务。在之前，台南市大概只有3家有治疗这个 HIV 的感染者的这个医院，那我们是第4家是医院，从今年开始是艾滋治疗指定医院。那我们提供的服务大概就包括这个夜间的门诊的提供，好，那艾滋急产这病人的筛检啊，还有当然就包括这个一般的门诊的服务，包括住院的服务，然后也包括这个他如果万一有从事不安全的性行为，那我们也可以提供筛检的服务。艾滋病人的发病还有就医，在就医上面，其实在通报上面是时间非常的接近，所以他有通报延迟的状况。那这个再多需要我们的医疗的服务呢，能够及时的到位。那经过透过这样子的那个专责医院呢，我们也期待说，在艾滋病的防治呢，能够进一步的做好，那这样子呢，我们才可以有效的防治艾滋病的发生。由于安南医院的提供的话，可提供一个可进性，因为艾滋病的治疗及服药是在医院里面，那我们原本的3家新增了1家的4家，所以可以提供到我们这边就医的民众的服药跟就医，因为我们大概台南市的话还有10% 的未就医那如果利用把安南医院纳进来的话，那这个在地方的一个可进性的话，地理环境的可进性的话，就可以帮忙很多的这些艾滋病病患的他们的就医跟及长照中心的一个治疗随着艾滋病药物治疗成效良好，以及感染人口逐年增加，日后对着患者的长照安养需求也会慢慢出现。安南病院附设的护理之家也会提供适当而且专业的服务，保障艾滋病感染者受到公平就医权益。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一名60几岁女性因为跋倒造成正手骨折，经过医师的评估，必须要动手术。不过病人无想要动刀，所以改看中医。经过敲骨甲中医的治疗，佮加上持续到骨科复健，渐渐得到改善。对此，医师也指出，采用着中医、西医合并的方式来治疗骨折，会有真好的效果，嘛当提升着病人的生活品质。有不少病人因为骨质的问题，到骨科看医生了后，拢必须接受手术治疗。不过，对着麻醉风险较悬、无愿意手术的病人来讲，会当选择中西医搭配的方式来改善。主要就是透过西医采用仪器做检查，进一步做出正确的诊断，再采用中医的方式进行无同阶段的治疗。不开刀的方式里面，我们会告诉他，那手术的好处、缺点，那不手术的好处跟缺点，那完了之后给病人做了选择。那我们如果选择不手术的方式，那这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用徒手复位的方式，用徒手复位，然后再配合 X 光片的最后，你这样的复位有没有达到不错的一个位置？他们虽然没有开刀进去把它定起来，但是我们用徒手的方式。其实我们以前做骨科医师的时候，常常急诊就用徒手复位拉完之后怎么办？就去照个 X 光，拉得好不好啊？要不要开？如果拉好了就不开了
我们也可以试着用这样的方式，用徒手的方式来做。台南病院从第3月1号开始，伫每礼拜四暗时首创由有中医师甲西医骨科医师主家的现代骨科医师杨代华，甲台南病院中医科主任陈瑜佩，两位合开中西医结合骨科门诊，让病人会当选择家己适合的治疗方式，以提升满意度。但是，本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好天有时侪云，温度19度至26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真感谢你收看到3月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